哎大家晚安，大家好，好紧张哦！第一次做重大告知，这还真是令人紧张哎，嘿嘿。好，那我就开始啦。大家好，我是火神，然后对，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呃，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很挣扎的问题，就是众所皆知，我是一个热爱台语的宝箱怪，所以我的创作内容基本上是一定脱离不了台语的。但是就是我自己其实一直很常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一方面来说，我认为就是使用台语的创作者之中，好像缺乏一个像是先行者的角色，就是去完全只用全台语做一些很现代、很酷的事情。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我才有尝试去用台语做一些我自己没有看过其他人用台语去做的企划。但是同时呢，那个另外一个让我很困扰的，同时我也有意识到一点，就是全台语的内容对于多数的观众来说，可能门槛有点高。对，那要整场直播都看完全台语，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很困难的。那更不用说，如果在那个影片或直播的文案上用全台文的话，那个视听或者是说观赏的门槛，自然来说就更高了，对不对？好，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大家好，小白告伫这款情形看我的奉上没有啦，吓吓大家而已，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好，阿杰安安，假爸不会，假爸不会，滚吧安安，不知道是不是还在上班，辛苦了。阿咪安安，刘克恰上安安，乐山安安，好，还有拍摄，各位记自己安怎读，更昏，敢是昏，安安安安，好，对，好，我继续啊。对，好，那总之呢，就是我一直很挣扎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频道里面到底应该要是多少比例是台语，然后多少比例是中文呢？要跟福利点联名了吗？没有，会被告哦，没有，没有，不可以哦。伊利一些靠啥没啦？对，旋风幻师你好，我好像应该。我忘记把你设扳手了，对不起。我本来想要把你设扳手，但我忘记了。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好，好，总之呢，什么手手要牵好，什么手手，什么手手，什么意思？没有 get 到哦。你说扳手，好好，等一下，不是什么叫宝箱怪没有手？我看你是没看过。我其实我真的想要的话，我也是可以有手的，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好，这不是重点啦，不对啦，怎么突然那么欢乐？哦哟，不对，也没有说不能欢乐。好，对，好，反正我一直很挣扎的问题就是我频道里面要有多少比例是台语台文，然后多少比例是华语或跟中文。那阿轰阿蛮欢迎，就是就如果台语比例很少的话，那对于就是想要沉浸在全台语内容的人来说。我说的这些人就是比如说一直支持我的老观众们，就是你们，对，就是我同时觉得，如果我的台语的比例很少的话，那好像对你们来说就不够，就是我就没有提供我应该最有价值的那个部分了。可是如果我做到就是几乎全台语，或是可能60%、70%都是台语的话，那对于多数人来说又好像太陌生、太难参与，那就也蛮可惜的就是因为我也想要。用台语做一些有趣的东西，去给一些原本不那么熟悉台语的人，让他们可以去看看嘛，对不对？台语比例相少，阿峰也无去。对，我知，没有错，就是我知道台语比例太少的话，有些人就不想看了。但是同时，就是这些人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支持我很久，然后就真的是我觉得很重要的观众。对，好啊，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嘞，怎么办呢？怎么办？没关系，我们那个聪明的活蛇想到了一个绝妙好点子，那就是呢，
我可以把我的频道分成2个啦，是不是很聪明？有聪明吧？对，没错一半一半试看卖，无毋对，就是切做2半，嘿，就像安尼切做2半，嘿，变2个频道，好不好？有没有2倍的火蛇，2倍的火蛇，2倍的享受？然后那个运气好的话，我也可以有那个2倍的抖内，拜托大家，谢谢你们。好，对，就是这样子。好，没错，就是那个火蛇最新学会的人数分身术，这样每个频道会变155个订阅吗？可以不要吗？可以2边都订阅吗？这样2边都订阅，我就至少会先2边都有300多，加起来就是600多。嘿，对。真的耶，头痛嘛，变2倍呢，真的呢。但没关系，我愿承受。安尼台文会记跟中文会记，敢会使联动。会使考虑时搞再讲好不好？到时候再考虑看看，不要紧张。好，也不是不能跟自己联动，可是这样好可怜哦。没错，对。那看来大家都可以接受，不能应该也没有什么好不能接受，这绝妙好点子耶，这100分吧，这绝对可以接受。好，对，没错。那所以呢，我现在目前的这个算是我的主要频道呢，就是之后就不会再做像现在像就是到目前为止比较像是全台语嘛，那之后这个频道不会再继续用这种方式做，然后这个频道就是会改名，其实已经改名了，现在已经改名叫宝箱怪火蛇了。你们现在如果去看我频道的名字，应该是已经改了。对，那之后呢，我在这边就会继续做一些就是 VTuber 会做的事啦，就是 VTuber 会做的事。那主要使用的语言就可能就是中文比较多啦，对。然后，但当然偶尔就还是会做一些跟台语有关的企划，然后就去邀一些就是其他的 VTuber 朋友来玩，对，那之后这边就会是我的主要频道，所以我应该也会放比较多心力在这边，主要是因为我也是想要吃饭的，就是残酷的事实，就是如果只做全台语的话，那个观众数会比较少，所以我吃到的饭也会比较少，对，所以就是很残酷的，没有错，对，但是呢不要紧张，因为我有开我的新频道，那我这个新的第2个频道，我先在这边贴给大家，等我一下哦。哇，新 V 耶，真的耶，我先置顶一下，这是我的新频道。那对，就是这边这个新的频道就是专台语专台文的。若准你是想要爱一个浸水式的全台语的环境，还是你看到一撮中国话就会足倒弹的吼，这种的有无？有，应该足侪。你就念订阅这个频道，遐是留予台语人的，无毋对，就是安尼。宝箱怪做错事怪给火蛇，好聪明哦！就是有很多个身份，我就可以互踢皮球。一订阅，谢谢。我到时就会甲迄个。较纯台语文的物件，较会放伫遐，大手新人出道，别乱讲，所以到时会用人类的身体甲大家见面吼，要咧考虑的是，这小等再讲，对，小等再讲，好，毋对，当时会抽奉送，毋知，无规划要抽奉送，毋过有可能。请问宝箱怪会用盖子还是舌头踢皮球？都可以呀，但是用舌头感觉太作弊了吧？我是可以溜把它转来转去嘛？这样跟用手拿球有什么差别？这样有点，这有点太作弊了，这应该不算踢吧？好，总之对，所以就是会加开一个迄个怎样？会加开一个。专台文的频道，字全部挡住了，真的，我知道，这个我把麦克风往下一点，好不好？某一边休息就可以说关在地下室。我有这么我没有扭曲到会把自己关在地下室，好吗？好，就是安尼，还有，就是迄个新的频道，就是。543个较不输贵的物件就会较少啦，就是会较健康啦，较健康就是拍拼做一个较适合互囡仔人做伙看的频道，
嘿，啊，就提供互想要去做母语家庭，还是母语强学的人，嘿，强学的人会使来看呢。对不对？中间那根是马赛克吗？哪一根？什么东西？不是啊，那个是我把自己切两半啦。哦，不然我再放近一点。这有像马赛克吗？你以为那是海苔条？没有，我就说我要做比较健康、全年龄的内容的，不要在那边马赛克。哎，我别讲一支等等讲，哎。不是怪你，伊犁不是怪你，都我最烂，好不好？每次都我最烂，对不起嘛。海苔条没有，海苔就是吃的海苔，好不好？什么愈来愈臭，什么物件愈来愈臭，卖会讲。嘿，好啊，好，对，哇，怎么一下就告知完两项？今天真的有点太简短了，怎么办？好的。对，那其实也就什么发现家己口已经疼了，卖我别讲。好，然后再来，还有，没有想到吧？其实还有第三点，再来就是呢，因为我这个宝箱怪呢，之前因为魔力不够的关系，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变成人。但是因为最近就是我有取回部分的魔力了，所以我快要可以变成人形了。那就是这个偷偷跟大家说，就是以后我会偷偷的，这样好像不够偷偷吼，我应该要更偷偷一点。以后我会偷偷的用新身份在其他地方活动，怎么样？很偷偷吧？等一下，大家耳朵还好吗？对不起。好，就是那个偷偷的新身份，就是也没有很难找啦，就是你们随便找都会找得到，不想看也会看到，好不好？嘿，对不起，太偷偷了。对，就是这样，很偷偷吧？嘿，偷偷的跟你们说，就是我之后因为就是难得可以变成人，总是会想要有一个新名字、新感觉哦，所以对，真正的肉体也是另外整形变甲缘投，就是想啊妖怪当变形啊，就会当变做像人同款啊，这就是想要安怎变，就会当安怎变哦，所以就会另外看要安怎缘投的。想要爱热缘投的热缘投安尼，就是这样，绿茶老师已经因为我不懈的努力而中听了吗？好赚哦，不客气。对，要进化成人形吗？对，没错。那所以呢，因为我想要用新的身份偷偷展开新活动，那就会想要一个新名字。所以想邀请大家一起帮我集思广益，帮我取新名字，好不好？那没错，那这边丁选的这个呢，就是一个新表单，叫做火祭灯大人，新名字的募集。那大家就是有想到什么好名字哦，都可以投，好不好？那对，那我等一下，第三点也要贴一张，好，贴完了，好耶！那我今天的3点重大告知就跟大家讲完了，谢谢大家。什么水尺追 key 没有被供，原来是命名游戏，没错。那个变形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要等我变一下，现在还没办法变给大家看哦。好，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对，好。陈金纯为什么是金木水火土嘛？金木水火土，会不会我以后就开5个频道啊？以后就等我总共会5种语言的时候，我就可以开5种频道，金木水火土各一个，这样子是吗？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好累哦，这样很累耶但是如果我可以有5倍的抖内，好像也可以接受啦。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好啊，这礼拜没有周表齁，这礼拜没有周表是因为呢，就是最近有比较多新想法跟新计划想要执行啦，所以
反正就是先告诉大家，比如说你们就听听就好，这没有很重要。就是如果你们发现我开台开比较少的话，不用紧张，我没有被关在地下室，我没有被关在地下室，我没有被关在地下室。如果我开台开比较少的话，要么就是在做影片啦，因为我也蛮喜欢多更新影片给大家看的。那或者也有可能是我在做委托，对。那如果想要我少做一点委托的话，你们也可以就是丢钱到我的绿界。如果我绿界有拿到比较多钱，我就会少做一点委托，就可以多开直播跟多做影片给大家看。好，就这样。太棒了，耶！火神没有要毕业，耶！等一下，我要拿出我的那个闪亮棒棒，等一下、哦，这是我目前最爱的新玩具。等一下，我要怎么？好。好耶！恭喜大家，火蛇今天也没有要毕业呢，那个又多活了一天，好赚哦！谢谢大家。哎呀，会记不被毕业？哎，等到先给哇！谢谢火蛇，快瞎了耶！现在大家又虾又龙，大家都可以成为我的龙虾大餐。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哎，就是这样耶，好开心哦！那个开心的时间总是开心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短暂。那我们这个如果就播到这里，是不是有点太快了？嗯嗯嗯但是我真的也只有准备这些，就这样。好耶，就去提5吧，好，没问题耶。好，那就是这样咯，那我跟大家说拜拜咯，谢谢。谢谢大家，耶，拜拜！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短的直播，好爽哦！我一直很想做做看，谢谢。好，拜拜。